好，谢谢你的提问。有关铜锣湾书店名称也从刚开始有遭到抢注，以及林荣基先生后续又遭到泼漆等，是否如你所说，是否有中共势力的介入？那本会已经请相关的单位积极在查处当中。至于涉及到伤害、恐吓林先生的嫌犯已获交保。那据了解，台北地检署今天也会提出抗告。那么我们陆委会要在这里重申，针对暴力的不法行为，政府再度重申绝不宽待，必会追究责任，严惩不法，亦不允许有心人或境外势力利用台湾的自由民主，来从事危害人身自由、破坏社会秩序与安定的行为。那至于您所说，因为本案警方是以涉及伤害、恐吓等罪嫌进行侦办中，那是不是有涉及到刚刚您所说的渗透来源的部分？那么受渗透来源只是委托资助，而有聚众、强暴、胁迫等行为，这应该要由司法机关依具体的事证来认定。那如果就您所说的确有陆方明显介入的证据的话，那当然有可能就涉及到反渗透法第6条规定，任何人受到渗透来源之指示、委托或资助，或从事聚众、强暴、胁迫、恐吓公众、煽动犯罪等妨害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那违反刑法第149条至第153条之规定，应按刑法的规定加重处罚。以上，谢谢。张先生已涉及违反两岸条例第33条第2项，本会会会同相关主管机关尽速依法查处。有关于张金义先生，他具有台湾地区人民的身份，他担任上海东方卫视驻白宫记者，兼上海广播电视台北美新闻中心的主编。由于上海东方卫视是陆方党务及政务系统直属的事业单位，张先生已涉及违反两岸条例第33条第2项，国人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党政军或团体相关的职务或为其成员等相关的规范。本会会会同相关主管机关尽速依法查处。这个中共辽宁号航母或者是共军机演训这些动态，最近非常的频繁。我国防部已经说明，我们国军充分掌握及应处台海周边军事情势的变化。那么本会也会持续关注相关形势的发展。那当前各国致力于防疫，我们要呼吁各方应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切勿一再升高紧张情势。相关的军事行动无助于两岸关系的正向发展及亚太的安全。那么，我们最近确实有关注到包括像陆方用的比较多这种媒体有许多威吓的文字那么政府不欢迎，也不希望陆方特定激进人士跟媒体鼓动非和平及武统的言论，这是无助于双方良性互动。政府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立场一贯而坚定。蔡总统选后也一再强调，面对中共的文攻武吓，我们保持不挑衅、不冒进的态度，让两岸之间没有酿成严重的冲突。两岸关系是双方的责任，我们希望北京当局可以理解，民主的台湾、民选的政府
不会屈服于威胁和恫吓。两岸的相互尊重跟良性互动，才符合彼此人民的利益与期待。谢谢。